来，咱先来看，今仔来看过褶皱。来，有几个？那边个褶皱，安尼嘛，安尼啊，来，褶皱是受到拉力还是推力？推力啦，拉力会不会有褶皱啊？不会啊。不会啊，越拉越平，怎么会有褶皱？所以褶皱一定是推力。你推这个粘土，土因为有粘性，所以有关可塑性，所以也扭曲，这个折皱。啊，若发生褶皱，你光是看无的，你看不出那个波浪，除非说它这一面发生断层侵蚀，让你的切面去看到，你才会看到课本里面画出来的波浪，对不？啊，不然人家好好记上来，你只是看到说，好像隆起一个小山，你怎么知道它里面那个结构？你一定要看到这个侧面嘛。啊，这侧面被你看到给第一下有断层，整个削断排生了，啊，不然这里受到河流的侵蚀，把它切掉，你才会看到这个侧面。好，咱的褶皱分两种，这补充的啊，我打这个就是补充啊，我们课本没有啊，但是旧教材有，今日这里的题目啊，满脸问号。所以我们讲了，哎，强调课本没有。来，褶皱又分这两种，安尼，它就这样。来，它分别叫什么呢？中间叫轴，哎，这我无写啊，用听的就好。两边叫两翼，这边的两翼背对背，背对背。所以其实我们叫背斜，这两翼是面对面相向而行，所以叫它向斜。啊，咱这个课本无分这啊，课本有人家看编者觉得什么重要，啊，无地科哪里啊全部都要杀出来哦，迄不是安尼一本尔咧。古言因为地科的东西太多了，啊，你要选什么进来？你就像之前平移断层没讲哦，啊，这个有讲，啊，现在有讲这个，现在没讲这个，又要讲了平移断层，好，所以这一组东西要选课本觉得什么重要？因为我们课就一节课嘛，啊，册你也袂让本修高啊，你想要什么有都放进来，那一定就上不完了嘛。啊，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来够，我们就做一个补充。来，它这个会发生一件事，就它表面被削掉了，可能是侵蚀作用，然后这也被削平，削平就看不到波浪了。不过你会发现一件事，咱头卡界地会有新旧老的新的岩层显现出来。那一般越下面的越怎样？正常状况啊，越下面的地层是不是应该越老嘛，越旧嘛？因为一层一层往上叠了嘛。啊，除非有一种情况发生天翻地覆的地层反转，为180度翻过来啊，那是发生很剧烈的反转。它不然都是下面的越旧，上面的越新。好，如果它这边削掉这个地面，来中心的是新的还是旧的？中心走的地方是新的还是旧的？比较新还是比较旧？它是比较下面，所以中心是比较旧，往两边越来越上面嘛，快出来哦。它这嘞，来多少病？中间的怎样？比较新，往两边的越来越旧，哎，有点成也对称，成一个对称，就是中心这里最新，它两边哦
旧，而且旧都一样哦，还成梯状安尼排回。好，这也是一个褶皱的结构会看到的。好，后来咱就来讲断层，因为嘛讲过啊哈，那断层，我们的正断层、逆断层、平移断层。来，我来讲过哈，正断层是受推力还拉力，我用电轨电逆断层啦，因为这是我们台湾的断层，咱台湾逆断层，咱台湾的板块边缘你受到推力啊拉力，推力嘛哈，菲律宾海跟欧亚板块一直起嘛，所以这是推力，所以你记这个图，安尼。你可以感受到这是推力造成的吗？可以哈，有没有问题？感受推力造成的哈。咱人的头壳哈，对图像的记忆比较清楚。啊，无要紧啊，用文字来讲，逆断层就是上盘往上，下盘往下叫逆断层；正断层就是上盘往下，下盘往上叫逆断层。然后你两层十倍，你明仔载要袂记啊。可是这个图像，所以用图像记，好，用图像记。逆断层就是推力，推力就是造成这样断层。你看到课本题目的图是这样子，你就知道是推力造成。它推力就是逆断层，这样你就连接起来。不要再用文字，那人类有文字4、5千年而已啦。可是人类有人类几年了？100多万年，对不对？那100多万年，刚刚4、5千年是用文字尔，剩的100多万年拢安啦，拢爱看图嘛，都是看图形嘛。所以我们大脑的演化为什么对图像记忆比较清楚？因为我们用了100多万年了嘛，而我们发明文字才4、5千年嘛，所以我们对文字的记忆都一般来讲较歹啊。啊，不过人的大脑很复杂哦，难保有人特别对数字或是对文字特别敏感的，我们不敢打包票。我们是说一般的大部分的人，根据演化的观点来看，我们是对图像比较记忆，还是演化的结果。啊，文字4、5千年还不够演化出一个脑袋的那个，这在语言学是有研究的哦，啊，这里语言学有研究。后来正断层等于拉力可行所以拉力来我一画你就知道了。来，拉力造成这换出来哈，没问题吗？你2块拉开来，它会这样错开，2块把它推过去会这样错开。好，没问题哦。来啊，平移这些东西跟这个一样是剖面，而平移你要从上面看下去，你就看得到，换地面图啊。所以我要伪设安呢，这是地面哦，这是地面哦，这是剖面哦。我伪到它立体我画立体，人加你加，这样又更清楚。人站在这里，面对着移动的另外一块，看到它是左还右？来，这个看它往左还往右？他看它是往左嘛，所以这个断层叫它左移断层。就平移断层里面的左移断层，平移断层又分左移右移，这个就是左移。你看我阿公，我怎么知道站在哪一块？我到底要站在哪一块？它在哪一块有差吗？你如果站在这块看这边是左移，你站在这边看这一块，难道会变右移吗？
不会吧？你站在哪一块，面对的那边都是一样。你袂感觉奇怪啊？明明不同块论模一样。你有光学平面介出，你看我刚刚解做奇怪的所在。为什么镜子里的成像上下不变，左右却会颠倒？它上下不是 Y 轴吗？左右不是 Z 轴？看到没有？上下是 Z 轴，左右是 Y 轴啊。为什么 Z 轴不会变 ，Y 轴却会颠倒呢？我如果躺下来，让我的上下变左右，左右变上下嘞，到底哪一边会颠倒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为什么这一边不变，这一边会倒？我这问你，这跟这个有点类似啊。你的上下杠，我的上下杠，有嘛？你的左右杠，我的左右杠，无啊。问题在这边啊，左右是相对的，上下是绝对的啊。我那卖讲左右，当然该这方位。譬如说，我现在叫你，我可以跟你说，举你右手，就我的右手是你的右手在这边，我的右手在这边。所以我如果要举同一边的手，如果你要演我镜子演员的人，我举起右手，结果你伸出来是左手，举平安呢？因为我左右跟你相反的嘛。可是我今天如果讲，来，我们都举起朝北方的那个手，我的北方跟你北方有没有一样？一样的啊，嘿，左右无港啊，南方北方，我跟你是一样的，所以会不会颠倒？就不会了啊。所以不是 X 轴不颠倒 Y 轴。它是因为左右的问题，左右是绝对，上下是上下是绝对，左右是相对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一种，左一断层，右一断层，咱分几种，来，再来讲地震，地震。地震的发生，大部分是因为断层，大部分是因为断层，大部分，既然大部分，那除了断层之外，还有什么会引起地震？够上面有地震，火山爆发，这个我，刚上人为地震。核弹炸，核子试爆啊，核爆啊，那个最近川普要恢复核子试爆啦，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恢复核子试爆？因为中国苏俄国，中国、俄国都在试爆啊，对不？中国、俄国说我又没有。他们没有新闻自由，有的没有，他们有，一定不会让你知道嘛。美国新闻自由，美国要做核爆那个，他就算藏着也被新闻记者给他挖出来，这个有差别啊。所以核爆会地震嘛，够上，一只恐龙行过来，敢会地震？对嘛你有看侏罗纪公园知嘛？恐龙行过来就地震嘛。所以现在无恐龙啊，不然因为现在无恐龙，所以袂有恐龙行过来地震啊。大象走过来会不会地震？有可能啊，砰砰砰砰过来，地摇动又地震啊。90%以上是断层，来。所以断层发生了，它就会钢片啊突然断掉了，啪，它就震动传出去，这个地震波
传出去的地震波。好，地震波很复杂，它有横波有纵波，甚至它不止这两个波，它还分成什么 P 波、S 波、L 波，这都不是你现在要学的。临近北河流这，我们地震波就是因为有纵波、横波嘛，所以你有感觉地动的时阵，你有当时啊，会安尼上下摇一摇，然后过一会儿又左右摇一摇，对不？地震是有经常有这种感觉。黑标题啊，不同的波传到你的地方有时间差，有产生时间差，好，所以才造成这样子。断层发生的地方叫做震源，震源都在地下，投影到地面叫做震央。震源到震央的距离，这应该甲并回来，震源应该也卡震央，还第三个，这个叫做震源深度。数字我们就不讲了，不过这个深度它也干嘛？这浅源地震、中源地震、深源地震，甚至还可以把它分成极浅地震。然后问你，对，用它严重。震源深的还是浅的？浅的。深的听起来比较严重，可是你要知道，我们是住在地表，所以震源浅的是不是能量一下就到地表了？深的还会被隔绝，所以浅源地震比较可怕。921大地震就是浅源地震，好，921也是浅源地震，越浅的，同样能量之下，越浅，对地面的伤害越大。来，咱讲两个最重要的，注意听啊，这嘛唔对嘛，这唔对，你妈讲我甲你上过地科啊。你知了，你俩人迄个新闻主播报新闻的，经常发生错误。两个东西分清楚，一个叫这地震规模，一个叫做地震强度。来，咱先看这个地震规模。咱地震规模是国际通用的，也叫瑞士地震规模。伊的意思是一个地震发生的总能量。问题是我们能量单位是什么？你学过什么能量单位？焦耳嘛。可是你如果用焦耳来标一个地震，哇，你讲你话个十百千万十万，然后都到底几位啊？因为地震能量很大，所以我把总能量换算，这个换算还包括取对数哦，对数、指数对数，这是应该是高一数学哈，国中还没有碰到指数对数。指数型的讲，地震既然取对数了，意思来讲，地震规模10并不是5的2倍，而是千百万倍。到最后每多0.1，可能就多好几倍。这个以指数为特征，对数为特征，对数指数为特征。所以，既然它换算，所以它没有单位啊，没有单位。小数点可以取几位就取几位，不过咱通常甲取到1位。举个例子来说，921地震规模7.3，后边卖甲加一个7哈，那就大错特错了。
瑞士地震规模7.3，没有单位。一个地震只有一个地震规模，除非它有余震。全世界各地只要量的对，量到的都一样，这个地震规模。上面一个地震强度，对地面的破坏程度，我们中央气象局定的，来你课本一下，别课本172、173页下骹0级叫做无感地震，有感的从1级分到7级，这既然是我们中央气象局定的，代表什么？不可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有可能别的国家盯它的，而且你看，在921大地震之前，我们只到6级，921震央超过6级呀，所以921一定要生个7级出来。好，你看这7级也描述以山崩地裂、铁轨弯曲，若无铁轨嘞，若无山嘞。那就不会山崩地裂地要裂多大？这里我来讲，所有物理量，你只要分级，它一定有数字。它为什么没有告诉你什么？它有数字用什么？能量。没有，这个是你停下来忽然摇起来哦。这个数量子是加速度哦，对吧？从静止的东西忽然摇起来。这个数量用你们现在学的加速度，我们加速度用重力居子来看，就是几个居子哦。所以它其实每一个分级是有它的数字的，但是今麦无来讲，今麦东西这种感官上6又分成6弱对6强，5又分成5弱5强，4、3、2、1，什么人静止可感觉微小摇晃我哪无感觉嘞？有的人有感觉，有的人无感觉咧。迄不是用这种感官的啦，拢是用什么感官呢？所以每个地方地震强度又称震度，它可以简称震度。不过你地震规模，你把它简称震模无这种公款然后它都是整数，后面有级。整数哦，无小数哦。你别讲高雄3级，台南4级，那我站在台南高雄的边界，我是3.5级，我这种代志，都是整数。每个地方不同，级数不同，理论上越接近震央的级数应该会越大。级数应该会越大，但不一定是安尼，它不是一个同心圆，因为每个地方地质结构不同款，所以晃的力量除了跟离震央远近之外，还跟这个地方的土质地质有关系。不过原则上还是一个类似扩散出去啦，从震央扩散出去。好，这两面，你以后若做主播你来甲我讲唔对啦，我讲7.3级你莫甲我讲，我教过你地科不要上课爱困，来，讲一个它跟生命交关的，有的课无听到你是干那检考几分有的理化的课无听到以后搞不好会有生命危险因为电学啥你唔知北风那个联系。来，讲到地震，我请教你们都做过防灾演练地震什么时候要跑？地震什么时候要跑？你不能一摇就跑嘛。那要怎样才要跑？怎样就地？等余震结束。等余震
来，我给你教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很容易分辨。啊，这不是我讲的，系我，迄是救难队、消防队，我去也解释甲讲。他说很简单，你还在想说要不要跑的时候，一定不用跑。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在家里的客厅，地震一来一摇，结果你放这边墙壁的沙发被甩去撞去那个墙壁，你会不会来看着沙发说：“我要不要跑呢？”如果你今天这个梁柱整个歪掉垂下来了，你会不会看着他说：“我现在要不要跑了？”要跑的时候，你一点迟疑都没有，这就是要跑了。再不跑，房子要塌下来了啦。你只要还在怀疑说，爱照不，都不免照。你有一点怀疑，还在想说要不要跑的时候，就是不用跑。要跑的时候，你绝对一点怀疑都没有。你跟我来讲问题是什么？要跑的那种。地震当下，你不要说站起来跑，站起来走啦，你连爬都爬不出去，你整个腿软了，你碰到那个你还能站起来哦？你鬼扔卡椅啊啦，以后该怎么？沙发都去撞那边，你人不会跌倒吗？不过我来讲我们房子921之后，好像那一阵改到6级。我不是很确定啊，以前是4级，所以咱储下让它，你提升1级，你的那房子要多少钢筋，你知道吗？无法度啊，咱伫个地震频繁的所在啊。假设我随便举例啦，假设这间房子当初设计的耐震度是5级啦，那如果今天发生5级的震度，这房子是不是就塌下来？不会，它可以承受第1级，远高于5级，它不会随时塌，它不会5级一来就塌下来。如果它的设计是5级，不会5级一来就塌下来。问题是5级一来没塌，如果再来一个4级的余震，可能就塌下来。所以要跑代表什么？你当下跑不了，对不对？它一休息，你就要怎样？爬都要爬出去，那你连用爬都要爬出去，不然它就要倒了。它已经超过它的设计。按摩你几世人难得遇到这种要跑的，这种6、7级以上的。不是你讲没拄到吗？921就是安尼啊，921半暝要发生你知道多少人被埋了？而且我告诉你埋了走了就走了如果你今天是被活埋，也就是你塌下来你还活着，但是出不去了，你有心鬼等不到人家救你，你到时候是怎么挂掉？你是活活的渴死或饿死。人家比被埋了就睡到一半死掉了，到阎罗王那边，阎罗王说你怎么来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昨天好好的在睡觉，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就挂掉了？阎罗王就说来，我给你看新闻，因为发生921大地震，所以你就挂了。我在睡梦中走的，你知道921大地震也是卢杰，你有一对兄弟被埋了1个礼拜，屁红透出来还活着，想到被活埋1个礼拜，够材料后来了解，因为他正好被埋在冰箱旁边，
所以他就开冰箱，靠冰箱里面的饮水跟食物撑了1个礼拜哦，然后1个礼拜后被人家救出来。你就地点地，好，学校都学过，什么椅子下什么，其实就，所以这告诉我们，如果你在家里跑到什么旁边是一个很好的冰箱，冰箱有没有很坚固？冰箱很坚固哦，冰箱是钢体哦，所以冰箱可以承受的那个。如果天花板砸下来，冰箱可以承受的那个力量是很大的。更不用讲，我讲的，你冰箱可以做最底啊，你等一下来救援的时候，很多东西可以吃啊，会慢慢的吃啊。把不一定走袂去冰箱边啊嘞，你点啊走你走袂去冰箱边啊，你爱闭嘴，哪里最好？来，你们家，你觉得什么房间，哪一个空间？如果房子塌下来，会比较安全。这个空间就是你家最小的空间，因为它的梁柱或者墙壁是最密的，对不对？通常应该是浴室、厕所吧？敢有人预测起甲比房间较大间的？应该无啦哈。如果你来不及旁边，预测那个小空间，也是房子塌下来就有遇到。哪来？你困到一半，来连灶都没有灶啊，你就在你的床旁边被埋起来了，天花板塌下来了。来，我问一下，你困在边仔有急救包的牙手？你睡觉，你每天睡觉旁边有急难包的，地震急难包的人，有没有人？有人有准备？无吼，当然我尔。你要怎样检查代志哦？我们台湾处于这个地上921的几率大不大？我告诉你，比你中乐透头彩的几率要大多了。不过咱人讲安尼，讲到拄着地震，拢讲我袂遐衰。不过讲到乐透头彩，拢讲一定我一定会中。无可救药的乐观，是不是安尼？我困在边啊。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背包，可以背起来跑。登山背包，内底有啥？药品、饮水、干粮、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还有一寡雨衣。希望来讲，你去网站内底拢有急救包内底爱有啥物件？锡箔纸在从哪？保温，湿温了，把身体包起来。你拢是包锡箔纸在烤鱼对不？所以即摆是甲人包住，都有。这袋子如果今天我可以跑，我可以背着跑出去，维持我里面的东西可以维持我没有东西的情况下，维持至少3天活着的食物跟饮水。我来讲，哇，你这个时代吼，唔俩是地当啦。明天一觉起来发生战争的几率，你说，不奇怪，现在国际局势，乌克兰是安尼，美国说人要打过来哦，没有人相信哦，怕怕炸弹就下来，
家就没了。你如果还活着，你要跑啊，背包背着跑，天灾人祸，所以咱要有忧患意识啊，咱要有忧患意识，该准备着，准备了你唔免烦恼，你唔免逐工伫遐杞人忧天，你人生就是这样，你做好万全的准备，剩下交给上帝，交给命运。可是你要该准备的没准备啊，嘿，那个你的责任了啊。所以讲到地震，你该注意，咱即摆有地震警报啊，那种地震警报，手机让你修点。的确，地震发生，你有地震警报，就那个时间很短，因为我们无法预知地震。那为什么洪开几天前就知道了？地震很难知道。所以来一看174页、175页，这样。其他拢改回啊，还有一个地震常常不是被压倒、压死的，如果在都市，经常是被烧死的。地震会引发火灾，瓦斯管扯断，火灾发生了，因为地震可能阻碍交通，消防车、救护车都过不来。日本神户大地震那时候就是这样，被烧死人比被房子压死人多很多。火灾蛮节哦，不一定是地震哦。咱困难地方处理，有哪有火灾哦？怎么预防火灾？那引发家里火灾的最大的是什么？有概念吗？原因，家庭火灾的原因，最大的比例70%以上电线走火，2成到3成厨房火灾，开烧水个煮啊停一下，就人讲啊处理。你厝有发听过这种无？迄做危险吼，他们电线走火是第一。不要让预防电线走火。除了一些不要什么拎二轨那个插头不要挂太多，什么要有安全装置之外，你要拿你表里面表来对有安全线。这水泥墙更好哦。你若厝里有那个木头装潢的哈，它的线是在木头装潢里面哦。所以它一旦走火，它是引发你们家的木头装潢，那怎么办？正常情况，房子里面的电线10年开机，叫人全部抽换。唔过来讲，有偌侪家里面这样会当做，这会到这。无啦，所以咱回收来叫做，你拢有做。问题是10档搞伊敢袂装啊烧起来，袂嘛，有诶20档嘛袂烧嘛，就存着侥幸的心态啊。好，所以就这个灾难意识很重要啦，灾难意识很重要。好，你要先讲啊，遮。剩上尾啊，这个台湾的板块运动，就是点啊呢，来个6+3啊，6+3。等下作业无交爱交哈，小老师帮我管这些嘛，你来提醒。你莫讲，教员讲，我唔知我无交啊。
2堂课。